同款是台南的消息，前议长郭信良牵涉甲供电业者讨乌西钱900万，桥头地检署今仔日搁约谈4个人。另外一个家己，这市议员戴玲是牵涉诈领助理费11档，迄项判关5年半，今仔日已经报到入监。讲入供电弊案，前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和高雄桥头地检署来约谈。经过审问了后，以30万交保，且对桥头地检署的地下室离开。这是今年4月画面，同款向约谈的，还有3地集团现金的董事长丁人。其实大家辛苦了，我们只是来配合调查而已。检方无排除郭信良是涉嫌找公山营造细组的负责人做白手录啊，甲业者收乌钱900万。嘛发现台南有供电案场是疑似偷带大量废弃物。19个约谈郭信良和细井的负责人等4个人。根据掌握，郭信良人已经伫高雄公山营造公司的员工是正式有检调来公司，其他无愿意加讲。任何的审查案件，若资料不齐或者是不符，退回补正都是正常的程序。那本案呢已经进入司法调查，市府呢会全力的配合调查。再去来到郭信良的徛家，市电铃无人用，手机也嘛关机。台南市政府嘛强调，这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，会全力来配合调查，尊重检调单位的侦办结果。另外一件家己市府党籍议员戴玲诈领助理费的案件，嘛要伫19发监执行。戴玲是涉嫌当11年的时间，拢在诈领助理费，判5年半确定，本地要到嘉义地检署来报道，煞无看的人，原来伊走去台中地检署报道。那本署不予准许。今日上午10时许，戴宁并没有到本署到案，却于10点10分左右到台中地检署报到。戴玲捌向检方提出去台中报道的请求，互驳回，但是19嘛是选去台中地检署来报道。台中地检署帮助嘉义地检署，甲戴玲送去台中女子监狱来服刑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